偌济，一时叫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钱害孤家，不是生理地卖。一旦付出着，亲像水泼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，只要咱莫做爱情的奴隶。一时叫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钱害孤家，不是生理地卖。一旦付出着，亲像水泼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，只要咱莫做爱情的奴隶。你问我爱情一斤等偌济，一时叫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钱害孤家，不是生理地付出着，亲像水泼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